G1 力基亦都有人叫做滑翔機。今次升咗為 D 級咧，令佢表達方式咧更加細緻豐富啦，細節同配件亦都盡善盡美。心口可以打開，見到佢示愛嘅細節，亦都有模仿呢個外星人嘅面具。最得我歡心呢，就係同手槍組合收納，仲可以收埋喺背脊上面添。不過都係敵不過可惡嘅非物理影響，機型呢有少少唔夠修長，機頭比較明顯啦，但係其餘部分呢都交足晒功課。D 級大小呢，手感非常好啊，整體都係令人哋好滿意嘅一個作品。變形好易記咧，亦都好順暢嘅，收納亦都好工整，同卡通造型除咗比例之外，大致上都有90%相似噶。無論係孩之寶嘅設計能力，又或者係設定所限啦，整體都係令人哋喺一個滿足嘅狀態。標誌性嘅細節有還原度啦，配件亦都係非常齊全噶。作為玩具咧，已經非常稱職。今日上到呢度啦，中意影片歡迎分享，訂閱讚好，收取新影片通知，幫我衝破1萬大關訂閱數。channel 裏面仲有其他內容豐富影片噶，歡迎收睇啊！